汉光演习今仔日第8天，陆军第10军团早起伫台中市演练，现场除了出动着分靶驾车甲战车之外，还佫有步兵野步枪伫道路四周围来警戒。假啊讲，这个阿强啊，为大甲大安的烟花定录了后，咱的国军利用地形甲建筑物的暗号，甲对方牵落去陷阱，然后甲消灭。 分靶战车停伫指定的所在，过来国军手举步枪落车进入作战状态。汉光演习实兵演练进入第8天，陆军第10军团234旅执行冲侵防御作战演练。无记敌军登陆后，便安怎用地形甲建筑物来做暗号，做出回击。为了支援前线的士兵，勇虎战车也架设在高台，机枪兵随时待命，要支援前线火力。 锁定敌军，机枪兵举枪开始扫射，空中除了有无人机进行监测，掌握敌军的位置。附近也有拖式的飞弹车进入指定的地点，执行飞弹射击的任务。伫中部地区，推断大安甲大甲沿海迄搭位啊，只有可能是敌军的登陆点，所以无机进入到内陆后，必须爱设骨力道防护网，骗敌军踏入陷阱，通好包围作战，运用兵力甲火力联合打击。他们建构了所有的这些阵地，最大的目的是要迟滞敌人，让他们在这个大甲周边的地区能够没有办法前进。 而被拘束。总统赖清德昨去到新北八里，视察海军海防大队，向3精挺型反舰飞弹，也有这只海军所使用的陆用型精干无人机，拢是头一届出现伫镜头前。总统赖清德亲身了解冲侵防御作战演练的情形，除了替国军加油，也肯定因投入上大心力执行演训的任务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